右边中间可以再来压一笔给它画3笔画3笔就大一点点，画2笔就小一点点中间再来压一笔这个郁金香好，右边再来压一笔，分3笔也可以，分2笔也可以，给它画出这个花苞，给它包过来看包完之后呢，我们在它的两侧位置再来给它画一个2笔的给它画2笔的2个括号给它框过来，一个花苞就出来了。画完之后呢，一个大一个小，这样仔细搭配。那么接下来再画出它的花枝，在它的底下我们先把这个花托给它点出来，看到吗？点出这个花托，再给它画出这个花枝，一笔带下来好，点了关注小伙伴也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那我们这边每天都有开播的，喜欢美姐的小伙伴可以蹲一蹲跟着来学习。有不懂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没有回到大家的也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左上角可以